李大人，你这是干啥子？我已决定用我一命换哪吒一命，还请仙长替我保密，别让夫人知晓此事。大人呐，你救得了哪吒一时，救不了一世。仙长如若不允，天劫时我便与哪吒同生死共进退。这咋个行嘛？哪吒是你什么人啊？他是我儿。你嘅父親係咪都好似李靖一樣沉默寡言，卻為屋企人撐起一片天？呢一幕係我睇哪吒一嘅時候非常感動嘅一刻，佢刻畫咗上一代一個傳統嘅父親嘅內心，佢哋要堅強，隱藏自己嘅情感，成為家庭嘅重心。所以佢哋亦都常常俾子女誤解。細個嗰陣，我哋總係抱怨父親唔懂我哋嘅心思。當我哋逐漸長大啦，經歷過生活嘅磨練，先至恍然醒覺，那些年父親獨自抗下嘅壓力，咽下嘅委屈，就如同李靖面對哪吒嘅誤解，從來唔會辯駁，只係將愛融入每一個為孩子拼搏嘅行動裏面。我哋嘅父親又何嘗唔係喺歲月裏面，用佢粗糙嘅雙手、疲憊嘅身軀，為我哋築起溫暖嘅避風港。你嘅父親係點㗎？喺留言區曬一下。